讲严肃啊，韩国因为我哋中国给他教初中讲我哋学步数啦，然后那种所谓的对那种复杂批啊吼，全部是当尊敬啊，唔敢用白言啊，看到说啊真棒好，啊小心翼翼啊用。伊最太两部分，主要伊在文学的，啊伊在做客家的，然后文学的迄伊经营当久的，差不多会60岁之前咯，感觉经营感觉30-40年以上的文学的，伫客家方面伊经营差不多62岁，太阳来上感觉差不多65岁啊嘛，咱开始经营客家，62岁经营客家的。结果各种的成就安排。迄讲，连知青嘅客家文化工作者，很多嘅中小金，到了大部分人心度上嘅中小金冇乜嘅差别。迄样有一日，因你做得全新行业中小金嘅现实嘅生活细节，有冇可能冇嘅呢？报告市场，眼包好诶。市场放太来做太出去了么？做得啦。哎，你等一下。做得同先生解释一下，唔捌嘅乜嘅么？哦，天桥深夜嘛，眼爸讲嘅故事，天桥老爷讲说到都是都，也晓做档案吗？眼条就加加1988年，中小金嘅小说《路边花》改编成天壤，天壤一做出来，让佢得到大家嘅喜欢。不过，你冇叫啥注意到？原作者係乜人？好在，佢到台灣文壇，並唔會因為大家對佢嘅魔術師實體嘅影響力。不過，咩認為佢到台灣文學當個嘅非常高嘅地位，大家對中小金嘅印象，像人呢神化人呢崇拜。道理是，你想去記錄嘅中小金，唔係一個神話故事，但係少年時節中小金成長嘅故事。唔止幾時開始，慢慢睇見他自家喊中小金按到中路，慢慢就按嚟機會，行入到中路嘅童年嘅世界。OK， OK。阿公係幾歲？因為製作前嘅準備，工作人員先去拜訪鐘樓。談話結束嘅時節，差唔多會連晚嘅咧。鐘樓呢又叫本樣，隔天要去我邊行啊。所以工作人員要睇呢兩路，衝下去散步。行到龍潭嘅高，鐘樓到呢位搞到30人嚟數。很小啊，是的老房子啊。对呀。那现在有没有人住？有啊。是谁在住？老师啊。老师。老师的家庭在住。李永良的作家哦，当两者哦，战后台湾文学的发祥地。战后台湾文学发祥地。鐘樓就發現台灣大嘅小沙底下大體含保持原狀，不過是否應該注意？20年前的事。那。差不多嘛。你看没有？你看孙文祥。孙文祥，你讲的孙文祥。我在这教书33年。对呀，你是我们这里老师哦。对呀，有很多的。好，我给你一个名片。我没有带你。我们以前经常开会，我有看到你啊，人家有介绍了。在哪里看到我？经常有他们聚会啊，干嘛我都看你有来，人家都有介绍啊。好，谢谢。好。好。你的大名是什么？啊？你是姓贵姓啊？姓钟。
他是钟兆正先生。钟兆正对对。对哇，这个钟少卿、钟什么，这个阿旺，这里姓钟的，这里都是。啊，钟姓佛了，什么，这个都是姓钟的，这个。是吧？对。啊，啊，好，谢谢。我也上你们的镜头了，那什么时候给我看到啊？好，谢谢，好，谢谢，啊。另日喺工作人来，老钟佬第一摆嘅见面，突然事後兩人講，一看到鐘佬面上嗰種當生氣嘅表情，正是記錄嘅第二日，因為提早來到鐘佬嘅屋門口，我把到鐘佬為了頭擺強當，到屋度為我開門，不過經過半點鐘，還係冇人出現。老早好講2點，後來結果呢下2點半，2點半呢都冇出現啲乜嘅事情。我按當然10個年來了，鐘佬熟識啊，第一擺被關到門口，我背啊，我想啲鐘佬唔是樣人啊，千難得做到嘅事情啊，我想聽有乜嘅特殊嘅事情。當2萬人都尋唔到鐘佬嘅情況之下，第二日，我哋試到得帶你啲死來遺憾離開龍潭嘅總部。鐘佬到1925年出世，當個有5個阿姊，底下還有4個老妹，佢係不卡度嘅蛋蛋子。日本時代，阿爸係學校嘅先生，生活和成長嘅環境比日本人相對嚟講較穩定，未較好命。第30年代嘅時節，是聽人教書嘅阿爸去到太海。4歲嘅時節，阿爸本人病人而辭職，駛到台北。鐘佬未到台北開始學習日本教育，17到8歲上到龍潭之後，咱開始學客家。到你以前，鐘佬是會講學佬講日本話。35歲那年，到聯合報副刊開始連載魯本華一本長篇嘅小說，鐘佬浴血完成，速流3部曲、台灣人3部曲。鐘佬咪漸漸地變到台灣戰後文學史上個最重要嘅文學家。記錄嘅第2日，你來到士林劍潭拜訪老鐘佬最親嘅阿姊。佢差你3歲嘛哈？係啊。你就說佢是3歲嘛？係啊，阿 Q 啦。講咧，喲，冇走去走露台做唔得咧，叫我5個暗道咧，睇到咧，我走露台就同我種原地吼，就走到你條露台啦。我去我叫5個。我媽媽叫4月台。每條那拍毛嘅小連梯，都下係第5，因為從細送門阿姨做養母，所以聽人家兒長相。因為兩啥差3歲天天，佢咪係5個阿姊之中最錫鐘佬嘅。兩啥之間當強烈嘅思念之情，甚至伴鐘佬到10歲時節啦，7假日啥到龍潭來到台北參佢嘅阿蓮仔，因為一樣嘢，唔管有乜人。你都當希望做嚟談到小連梯談論鐘佬嘅往事。做細細就講雅兒愛本去雜技啊，我做咪做去雅兒嘅味帶啊，啊技術同我為嚟唱嚟啊，唱啊上到你呢兩首就帶人做轉來不干嘅，雅兒為去唱，就做我轉來。我同啲雅兒你是做睇？做睇兩首就訓練做。到入天去拜訪之前，小連梯一下就講好，一下講唔好啦。不過正式見面之後，大家感覺佢非常親切。
佢當歡喜攞佢從來唔識打開來嘅書法嘅作品，嗱俾你看，我想啊，一霎大家曉連天啊，應該係喺當歡迎，然後撒爽門，探到位置嘅露台啊，佢心度就當到深刻嘅回想。個做正店一家吼，經常我哋都要做呢吼，親小下來呢，老阿爸阿妹講話啊，佢下來哦，哎呀，無嘛嘅樣啊，老外較好聽。嗱，係咪講？老外較有講。哎呦，佢冇好翕啦，哎呦，佢又唔呢？你也識得啦？你按當都識得嚇？係識得啦？真好啊，真正樣哦。你要做個番薯啊？你也識得啦？番薯啦，哎呦！你識得冇啦？佢我耳公無通都做個夾朋友啦，看到佢做阿兵哥啊，唔知冇？你故事唔知冇？唔知唔知哦。做阿兵哥啊，做個馬拉利啊有冇？他家都速度啊，佢做警庫啊，還佢夾個同學嘅嗬，佢台中佢安怎嘛？睇緊。佢就嗬，真好啦，佢做衛生兵啦，還做去呢呢嗬，哦，我做漸漸嘅做。抬掉起來，愛講我本佢夾好，做事落去做義工啦，冇辦法通行做安排嘅。講到鐘樓這有連天嘅回想，我都係將體白提到一般人所唔知嘅鐘樓嘅細節嘅事情。今日因為做過來到龍潭總務路邊化拼布店，禮拜工作人員再三確認鐘樓落不下，人人來到。不過天空沙漠是因為日啊，既然落日咧，可能啊，要老人講，好嘅事情啊，注定愛鬧家幾多啦。鐘樓係叫冇見咧，係叫冇見。係啊係啊，你叫身體好嘛？行業總務，鐘樓做事都廚房等人安尼咧。一開始其實啷個講，錯別行場，佢並冇記錄到嘅技術服務蛋糕，拄好有好天時，其實睇人家冇吹料咧。歹勢咧，我嘛提數咧，我上幾暗步上唔通。無下落個油啦吼，不過應該點樣啊？出大陣就長嘅啦，也係係出大陣老健忘及嘅所在，可能解放就出大落去嘅，而家出大嘅色彩越來越重。跟你先講啊。跟忙多是唔是講？忙多你也就黑了嘛，忙多可能多的呀。我講完人都表示忙多。忙多。我講完冇跟人是黑多嚟啦。跟如果講嘅是唔係忙事，忙的是。要禮拜前哦，我來講，那現在看到鐘樓一太薄嘅肉包啊！一場講人。好天時對鐘樓嘅身體就是衝擊。裡面係因為做天災記錄嘅時節，得到嘅額外嘅成果。到你以前，我熟悉嘅鐘樓，差唔多都係做公共場合，私下見面講嘅咩係文化。禮拜，因為第禮拜聽鐘樓講出佢個人嘅生命史。我到台北看的天陽，咁快剛出嚟天陽，總歸人來。可是太長時間做到狀況啊，都係反轉去啊，
咱做到两堂去啦，咱个全部讲过个啊，啊你讲个戏文本大家通个，对唔对？大家唔记个字，我连那个语文用，那个语文全部记得。我想，钟楼作品嘅故事性暗强，应该係佢從細是同校，然後特別看到嘅天上，江門嘅盤呢，攤開嘅眼睛。本人係那出樣嘅係，鐘樓佢哋設計氣質出嚟，並唔係寫作，係係佢嘅音樂嘅天分。有按樣嘢啦啊！有呀，台湾10左右，共学教，老师教哆来咪发，教哆来咪发，那就开始创个歌呀，我创哆来咪发，冇人教我，我用简谱，1、2、3、4嘅简谱，我家学五线谱吼，弹落个歌嘅我就写落五线谱。吼，天多上像这个两只桥或者无桥的吼，第三行我就谱就出来，我差不多10岁左右，就要弹歌记谱。到其中一段談話停停之後，鐘樓完全是無管做順頭整理器材嘅工作人員，竟然自家彈鋼琴，自彈自唱嚟。我搬進來龍潭，依個最重要嘅轉折，語言嘅問題。我從頭學法，嗰陣時8歲，8歲，從小學2年，共學教2年。點解左邊我都提到嗬，同學掹係河羅西啦，親親切切嗬，河羅西咯，河羅西進嚟咯。他都真唔爽快啦，就變咯，係俾人排斥樣，靠顧嘅咪做嘅嗬，呢種就搏個講。鐘樓係個同校寫信嘅人，算起來，佢老文友之間嘅信呢，就幾百萬字，是算老북漢人之間，以咩種寫信來聯絡感情。我兩個爸爸嗬，心靈嘅溝通，本來都冇到啦，除非寫信嘅，因為我從我不讀書啊，我親接寫信嘅，凡是乜嘅，讓爸爸訴苦，我就這樣寫，我見太見我上架，叫我叫。應該見太，佢唔會上架啷錯噶，爸爸我都嘛見太見上架，成日要寫我事。我爸爸父親輩，睇下都中央咧，特別我唔記得，如果要安慰我嗬，我哋喺平常睇下感情都中央咧，見太我見上架，唔好講見太就咳唔會上架。鐘樓寫一部正式發表嘅作品《文後》，係用日文打過來啦，讓翻變中文。沒認為本雜誌編出來，本期還係有信心繼續寫下去。不過，真正嘅困難係咩到設計文筆嘅好快，還係當時文壇嘅環境。
分后嗰啲文章啊，係知寫哦，知可能係不如真年啲喎，自家講會搖，唔過批曬唔知，因為搖啊，條片，條啊依家真會嘅條片就標嚟嘅，條片中係，片書吧，特別推崇也係本身強面哦，學中文冇記住嘅，有按個長途非常了不起啦，因為我攞兩嘢啦。27歲，以後就開始寫咯。佢講到捱用中文可以寫東西，哦，寫，然後段時間就變成推廣專家，到魯本發出來以後啊，就冇對過嚟。中樂嘅小說就當大部分都係到自家嘅現實嘅經驗出發，有的係自家親身嘅經驗咯，有的係幾多雙向談到嘅故事。通過嘅短篇小說《靈潭縣》，咩係龍潭嘅名言嘅故事，去年本沙期改編變到舞台劇。哎呀，不能送哪在的啦！兄弟，我跟你讲讲过吧，以后我讲过不？再过一3年，我们真係留低太空話學送咗隊啦。唔係，係點我呀？真正在說話，我冇去講冇事啊。我冇去講呢，但是你冇去講嘅話哦，人哋就會啦，對不？我到禮拜做戲好冇？佢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咪就我講個一樣辦下，佢講係佢一場哦，我你還記得一場哩，講係啊，我哋咪就改好，就拿去俾看，你咪幾來都看嗰時咧，看到就而我都台凳嘛，佢都台下坐咧，我看見我睇下樣嘅，一下就樣我就我發到佢身體不舒服，我睇到坐喺冇，佢坐喺，我講身體冇問題啦嗬，講。普通時出冇馬好食哦，叫下晝天好食，好我講好，叫喊感通哦，咁先感通啊？感通唔係講一個表達出來嘅對人嘅出入嘅感染啊！因為見點上到啲係全部門外漢唔係專家，因為而家個人點，因為咩嚟出按我東西，哦，按樣型嘅。乜講水準，即係佢表達出啊作品嘅精髓，表達出來嘅，呢幫人就感通咯。你嗰度嚇？總統會嘅感情當豐富嘅，我看到佢出木節應該唔會難，不過本期出木節到心關痛嘅經驗未有好多多。講呢，我會要落嚟。記錄到提醒嘅就是這兩天，中路途呢行到中國嘅公堂。右轉哦，右轉。冇來呀，冇來，冇來，其他行。來到呢下，變到舊草寮文化協會嘅網絡。呢位喺中路出社會所。嚟，我就出來出世，我就出來出世，中間就是單線嘅路。呀，唔知啊，我出來出世唔知啊。中路途呢，你經行過嘅，對自家調擺性格嘅經驗，有時天天，有時模糊，
安尼回忆，回想到头摆即家嘅生活。你全部捡的啊，唔要争气，也袂争气的。你都乜嘢？我永远在我啊。也激强的啦，你路头摆当时。做工厂嗰啲啊，嗰啲啦，也係嗰個。俺10多年前，俺从我去到这些，这粮食还是真的杀中杀一只杀股，一江的。啊，来到过去见到凤湾来建筑嘅总务嘅工厂，本总路非常心痛。重建后嘅总务工厂已经放弃咗头摆传统嘅形式，总路对以下改建后嘅建筑嘅方式、门帘嘅写法、书法嘅提示都当无满意。以下谈起来，佢都非常爱。我出世无艺术错啦，所以叫做门帘啊。你按维持原初嘅形貌，唔真正能够傲慢的啦。嗰個工廠啊，我依個出嚟啊，因為高速公路邊緣過，兩度嘅補償費啊，就自己家在打算做個注意啊，人哋嘅安講嘅工廠好啲，好啲去過年嚟喎，我可能我從看到就會難過啦，有些我安講嘅竹筒就會好啲，我就出嚟嚇，對佢心關注很緊，憤不平嚇。總路2年，去到總務後背嘅松樹那，經過已經廢鐵嘅阻攔，出現一塊依法嘅樹那嚇。後背嘅松樹那已經差唔多松樹咧，不過以下一道橄欖樹，當將嘅樹那培養出總務嘅人文嘅風格。家睇呢總路。看到佢路屋啊，尤其總路本人哈，去到佢嘅出世位所，特別講哈，你嘅從小真係出身體。當然你看起來嘅建築哈是空嘅啦啊。因為台灣嘅文化啦，台灣歷史等講從頭開始，總路等講佢自己起頭來開始啊。體擺行業嘅出世位所啊，我想呢點哈非常本來非常太感通啦啊，太文學家嘅出身嘅位所。唔過咧，總路就得非常就當心焦，就講當難過嘅所以講，佢頭擺最強嘅工廠嘅路屋啊，俾人拆脫咧。你喺佢看到佢處處都講嚇唔錯，嘅感情冇就落錯嘅位所。我想呢點本來咩動態感受就講嚇，其實台灣文化你慢推廣下去，係喺有時就嚇大家對路頭擺歷史嚇，啲夯啊啲磚。啲石啊，啲木都可以從事，我嘅感受係。你識得呢？酸，唔好食。酸咯。我識到一隻又酸又尷尬橄欖枝，呢段時間公眾人員搬來了農地呢，我當希望做得到呢隻，識到總路嘅文學地圖出現嘅蘇拿度去談總路嘅往事。台灣文學真香嘅台灣文學，可能命中注定，我經過樣嘅困頓，經過嘅困頓，然後到60年代路邊發出來寫，深深嘅至少人合播嘅連可以嘛，要充實咗台灣文學嘅作品，台灣作嘅作品。又唔單止路邊化添㗎，我左邊我要光芒唔記得嗬，我真係種呢幅字嘅，你可以唔得夾，有呢山農場嘅過程嚟嘅，
这只哪里来连载？我做几十年嘅也好，都嚟連載，因冇事就都唔定啦。我話講上，做呢個忙自家要連載啊，當然就以後翻上去。只是一段期間你可以報名，唔好冇出啦。因為佢常常做冇事。让各个看团那个技术，这个后小小的，我艺术来那当小大家去。我慢慢去摸的，因为让我们帮助这些事情。我艺术表现就让加了，加下把我也都全部很天了哦。因為我媽媽冇想，要感覺到，我媽媽十年，現在知我都唔會，嗰隻貓誒，成日都喵喵，你奶奶都唔叫我寫，因為奇怪，但點字誒，一般嚟講話，但點字從邊度嚟寫嘅，成日都喵喵嘈，我媽媽，我嘅感覺點樣點樣。就那么就现在在，也，我就用讲。離開中路嘅羅布之後，又開始落大雨，當場連天公都比中路嘅心情。那把刺开了，搬出来，做萝卜去了，上面带着，摆的，你看上面上边，那熟白的啦，我牙熟啦，太多亲戚啦，太多香港那里搞，那加上甜的，长鱼一样的，那一个熟的吼，羊头放破的，就是攞，那無糖哦，無糖全部都奶的，一隻攞一隻錯啦，一無錯。看嗰個熟白嘅啦，嗰隻牙蠻熟啲嘅呵，必可以搞到快快，即係做生意嚟㗎，唔係細細㗎，天天上市咩？嗰種上邊搞嗰啲。到中路嘅小說史階段，做到感受得到呢個作者。係個當有感情、當有經驗嘅人。實際上，中路內心愛到那條人應該冇人知。不過，當為春木節嘅中路再度講出來，佢所經過嘅幾多嘅人生嘅痛，應該係深深印到佢心度上頭。按道理冇嗬，特別將來就係冇，啊，知道大家嗌到中央安置。我中意好，我嘅太太好，一個雞先啊，嗱我完全冇見過，我做乜不叫落嚟樣嘅來，我就都未唔見，哦，呢台北就行通啊，我說了解嗬，唔識爬都唔要啊，一百幾難，800年仲係可能係寫嘅，我嚇有些東西。我吃下佢，我去測計下，哦，一條片搞崩嚟嘅嗬，隨便都可以拿出來嘅啦，哦，我冇機會就中國時報啊嘛嘅小小的比賽嗬，
也有作品去参加，因为拿到奖。变成一个作家，非常间不出来的作家，连做爸爸都唔知啊，都冇想到。不过，文学嘅才华当然来讲，是太阳西上开始发出来将来是慢发的不过我是非常的欣赏写出来东西有这个改新，因为个模仿咪好咪咪。咁唔是做嘛吼？你昨天你断命也係乜嘅，也真難講吼，真難講。一變到乜個磨得磨對都創啥創死的，一些人就，他中國法講白活。除了嘅咱嘅身體通之外，仲有後生時節所有嘅失戀、然後感傷，每一個生命都親充了嘅經驗，咁你就機會分享佢內心嘅當有嘅感情，本嘅感覺非常嘅幸福。坦白講嚟就單相思嘅成分嘅重啦，要加嘅什麼日本什麼都。讓人真談起來啦，從佢講下了啦，因為研究，我2-3歲一路上班咧，學生嘅2-3歲咧，又講有小吃去到嘅，哎呦，這個老幾強啊，行通，平常也有強下啦，不過冇。從來唔使按接片用的，從來唔使按接片，有隻特別嘅親切感。親切感啊，正常嘅發展出2-3談戀愛，不過冇，這麼冇咯，家庭民族嘅問題。日本人啊，捱嚟談戀愛也冇用，唔可以有開花結果。盲天之間就一樣嘅觸覺，所以呢個感情假使係有感情嘅，盲生牙家下就放棄，不是發展中的。這面對強人痛苦家下就開始感覺到，19歲。仲樂唔識見過鍾禮福嘅面，不過2-3人為寫信呢，才變到好朋友。1960年8月，鍾禮福過身，隔好多年呢，私下講到鍾禮福嘅時節，鍾樂還係不叫不痛。我時坐到鍾樂面前，聽佢講起鍾禮福講到出沒節，我想好得了，翕相機冇到順頭。鍾樂本人因為頸肩痛啊，無行出檢門。每次嘅婚宴，鍾樂講當然辦啦。不過，佢本人係本鍾樂非常專心寫作嘅親創了嘅畫課。當初因為有人做媒，加入到中國，負擔到傳統客家人嘅種種嘅責任。鍾樂對自己嘅本人特別講出佢心度心夢之意。我知道，我哋就不用這個幫助，實在就唔係安全。這個帶出啥？一個簡單嘅理由，帶出啥個？個老師啊，隔壁嘅宿舍，隔壁家的宿舍嘅老師啊，全部老師在開書。我家都用嘅書，
那个就冇乜人睇，以前就那朋友就睇書，嗰日就做嘅嗬，就做嘅嗬。俺一時啊，你所以450嘅時間啊，花咗900元，咁做2個月嘅薪水，那邊度有錢？有組織嘅錢，呢種體育擺賣組織。啊，就有那筆錢，你仲係做文的，你看是哪一家？因為有日本人全心嘅幫助，多利將塑造蛋糕，종로寫出上千萬字嘅台灣文學嘅作品。要用嗰邊冇直接係用嘅淨係就流淚咗。1、2、3、4、5，呢個5字，就不斷描筆，係咪？最近半年，我哋冇筆，真係冇筆，這是假嘅冇筆，哎呀，個假，沒有墨去做嘅，有那個化學品做嘅，不過。加多我想唱，一下呢兩個人真重啊！現在是200元，不貴，冇。沒有。종로成員嘅故事，當然冇辦法到一點鐘內，所以講嚟實，慢慢留종로作數。希望有機會做個記錄종로嘅故事。你講年前咪上嚟？我講民眾日報嘅係，民眾日報台北民眾日報。哎呀媽！好啊，我睇埋呢。嘿，那明天那本書明天再不买，那个是那个大陸的那個。33年前啦，大部分嘅中國作品全部寫出嚟，挺得意。我因為個電力啊，唔講我咪真強壯嘅人咯，陰怪哦。我就想叫佢做人樣，我長大我咪當人樣啊。唔過我那邊來嘅按到嘅能力啦，維持那個質別，維持質別，一切都冇團體啦。我嘅長線擺出來嗬，38本啦嗬，我就本來得意啦，本來心滿意足，我都講唔到我哋一成年啦嗬。冇拍過的，冇拍2-3日啊，差唔多當日都喺行業呢間書房嚟。嗱，종로談嘅過去嘅聲音嚇，從細出世一直差唔多到路邊化嚇呢本書出來，差唔多有30多年間嘅時間為主。呢時間我感受最強烈嘅係講，所以看到第一家對事情係非常敏感嘅一個人，不管佢係批空批多嘅。
耳孔聽到嘅音樂啊，能夠迄個看到嘅故事出來去講嘅，這樣嘅事情佢都係非常嘅敏感，所以佢從細佢發現佢有非常強烈嘅音樂嘅才氣，佢對不管每套，能夠佢對個你那個皮膚嘅敏感，人老人之間，因為想接觸嘅時候，佢就咁嘅感情，非常敏感。我想你咧所有嘅敏感哦，講到嘅文學程度。啲文學地圖，還就看到一隻當強烈是講，而老地方、老嘅土地嘅一隻感情，是講而家呢非常強烈嘅私人嘅個敏感性呢，而老佢變到嘅鄉土地圖，變我龍潭，變我台海，變我台北，變我台灣，啊，像你嘅再看到講中國嘅聲音，而嘅文學是等於講老佢嘅人，老佢嗰隻。台灣嘅土地啊，很強烈表達出來嘅力量。講呢，突然間就出一句，我聽到，聽到人話，我讓又感覺到，佢身體還係當唔好，因為呢必須要참聽嘅時節咧，連連沙沙講嘢咧，記錄了訪問中國嘅身體還係快，唔過。每本有機會行入中國嘅文學世界，談下呢度有後來呢度嘅疑問。雖然本我都係感覺有遺憾，不過每本我都係更加期待行呢度同中國嘅見面。因為我有兩隻都係，呢個啦，唐文軒啊，嗰啲呢本咩啊？呢本客家天書啊？有客家天書咩啊？呢冇啊？呢樣係唔知，呢檔拿咗嚟啊？有啊，嗰度冇。有，係喎，冇本到。夾夾，哦，你啊，我來唱。對，呢張最好。有人。好，後面唱對，後面唱對。我這家冇事情啊，就是講。你好似乜嚟？哦，係冇咧嚇。最近有人講，啲乜嘢咧？呢個學校嚟唱。哎呦！根本運作緊嘅。唔難，那係咧，主任。跟
这样子啊？你有三段歌啊？三段歌。係啊。我就按哎。邊下歌？邊下把歌？阿爸。阿爸你860嗰啲啊？係啲嘢歌。冇，我160。錢咧都出嚟咯。係啊。你 Q 版係嘛？拖住上不錯。唔該啦。你係講人錢？有啲好。你講人錢咪上哪裡？按照民眾日報嘅係的，民眾日報台北民眾日報。嗯。哎呀妈！好啊。我看看呢。嘿。明天那本书，明天再。根本不买。那个是那个大陆的那本。按照小學教33年嘅書，嗰33年間啊，我中央嘅作品全部寫出嚟。後來嘅教長啊，即講希望判公文啦，判公文啦，我公擔任嘅功課咁強起嚟，教學嘅負擔，要強鬆一啲，我寫作啦，乜嘅啦吼。就較有自由啦，冇辦法想出嗰種歲月啦，不過綜合起來可以講33年間啦，大部分嘅中央作品全部寫出嚟，挺得意嘅。因為我盡力啦，唔講我咪真強壯嘅人咯，陰怪哦，我就想叫佢做人樣。長大咪大人樣啊！不過我那邊來嘅按到嘅能力啦，維持那個質別，維持質別，冇斷線，作品一次都按做嘅，慢慢嚟，不過一次都冇斷嘅啦，做個成山，文學嘅成山，作品一篇一篇寫出嚟，所以呀。我嘅長篇擺咗出嚟嗬，38本啦嗬，我就本來得意啦，本來心滿意足，我都講唔到捱咗1年啦嗬，冇拍過的，冇拍過。你2-3日啊，差唔多當日都喺行業你間書房嚟。老總路談嘅過去嘅聲音嚇，從細出世一直差唔多到魯冰花嚇呢本書出來，差唔多就30年間嘅時間為主。呢時間講佢談到佢自家人生嘅時節，我感受最強烈嘅係講，所以看到佢自家對對事情啊係非常敏感嘅一個人啊，不管佢係披空披到嘅，耳孔聽到嘅音樂啊，還個迄個看到嘅故事出來去講嘅啊，這樣嘅事情佢都係非常嘅敏感，所以佢從細佢發現佢有非常強烈嘅音樂嘅才情啊，佢對不管每套，比如講每個人有咁嘅手，有牛手，有咁嘅弦，青少年嘅貼片咧就佢講嘅現代婦人嘅弦啊。韓國佢對個人哋嘅皮膚嘅敏感，嚇，你輩分有乜人描身體，或者有乜嘅感情，嚇，人老人之間，有乜人想接觸嘅時候，或者有乜嘅感情，非常敏感。我想你咧所有敏感嚇，變落嘅文學地圖，嚇，你喺文學地圖，還最看到一隻當強烈嘅講，佢老地方老嘅土地嘅一隻感情，所以講。佢個呢非常強烈嘅詩人嘅安尼敏感性咧，佢攞去變到佢嘅鄉土地圖，變我龍潭，變我台海，變我台北，變我台灣，啊！我想你嘅再看到講總路嘅聲音，佢嘅文學是等於講攞佢嘅人，攞佢嗰隻台灣嘅土地嚇，很強烈表達出來一隻力量。你好啲蠻好嘅。唔過你做個天使嘅頭，唔係啊，
昨天是没做，你出来重新做。哦，我要你唱。我要。最好的一张。对，那张最好。还有路边拍油嘞。有嘞。好，谢谢。哦，我被抢走了，被抢走了。让别下去嘛。他这些磨细听啊，就是杜甫。你像。はい。还有吗？有。还有。我感觉笔画比较少。没问题。对啊，要慢一点。